228事件到今，也有真侪真相到今是还未找出来。有民间团体拍算伫228这天，要带保起团体对天马地磅出发，一路念诗祈祷了解历史。因也希望政府早一日甲维权上阵拆掉，落实转型正义。天公伯啊，看未过心，雨甲血难地老。用无声的手机读这首台湾文学家陈明仁写的诗《1947寒冷的春天》，表达对维权政府压迫的敬声甲无奈。西蒙落雨，不过民间团体也是特别伫咧蔡市怪舞蹈社办228纪念行动进前的记者会，希望政府落实转型正义，起造新台湾。找找真相，追究加害体制。第二，挺住维权，为透头标甲自我开始。第三，对抗中国，反抗中国帝国主义，起造台湾的新国家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台湾教会公布，35年的今仔日刊登有关228相关的报道。后来迄个时阵的警备总部怎甲遮的报纸没收？迄个时阵的执政者，就是即马咱的政府咧纪念的蒋经国。包括追究加害体制的责任、挺住维权上阵，甲对抗中国帝国主义，这拢是这届纪念行动的主要诉求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这届是第6届行旧路，唔但会有超过50外个民团来参加，也会用客语甲台语念受难者的名。即阵也已经超过30个台语囡仔来报名。咱嘛要未来，咱要开会，咱要结果，想讲互囡仔在自细汉，因唔免像过去安尼有耳无喙，会当来了解咱台湾人的历史是啥物。民间团体表示，228早起会对天马地磅、台北放送局，佮行到行政院，希望侪人斗阵行，期待台湾人对苦难的记忆，会当有行到真做新台湾的迄一日。记者阿明金从海文台北报道。